分子為咗掩人耳目，不惜公款喺鬧市商業大廈租用單位作為行動經紀，經常發放大量嘅相關條例。該賬戶同時提供。近日啦，本港有販毒集團利用網上平台販賣毒品，又平大麻。為此，毒品調查科喺2026年7月展開代號「林光」嘅反毒品行動，重點打擊販毒集團透過社交平台嘅販毒活動。行動中，成功瓦解一個販毒集團，拘捕6名嘅本地男子，年齡介乎22到52歲，並且檢獲大概7.7公斤懷疑大麻花，以及大量嘅大麻相關產品，市值超過港幣190萬。呢批不法分子為咗掩人耳目，不惜公款喺鬧市商業大廈租用單位作為行動經紀，更加將毒品儲存倉搬到郊區村屋，並且招攬人手專責經營社交媒體、客戶聯絡以及訂單協調，務求將佢哋嘅販毒模式專業化。全部嘅6名被捕人士將會被暫控串謀販運危險藥物以及販運危險藥物嘅罪名。